大家好，我係梁亞蕾，而家跟緊趙醫師學習。上一節我哋介紹咗乜嘢係太陽經，而今節我哋就會講關於太陽經桂枝湯解愛類33條。第一條係桂枝湯，佢嘅方劑組成就係桂枝、白芍、生薑、紅棗、赤甘草。佢嘅辨證要點就係表陽症汗出、惡風、發熱、脈浮緩者。第二條就係桂枝加桂湯，佢係桂枝湯加重桂枝嘅用量，所以佢嘅方劑組成就會係桂枝加重桂枝嘅用量啦，白芍、生薑、紅棗、赤甘草，而佢嘅辨證要點就會係桂枝湯症又見氣上衝者。第三條就係桂枝加葛根湯，佢係桂枝湯加葛根。所以佢嘅方劑組成就會係野葛根、桂枝、白芍、生薑、紅棗、赤甘草，而佢嘅辨證要點就係桂枝湯症又見寒背僵舒舒者。第四條係瓜柳桂枝湯，佢係桂枝湯加瓜柳，佢嘅方劑組成係瓜柳根、桂枝、白芍、生薑、紅棗、赤甘草。佢嘅辨證要點係桂枝湯症又見趨急痙攣者。第五條係桂枝加黃芪湯，即係桂枝湯加黃芪，所以佢嘅方劑組成係黃芪、桂枝、白芍、生薑、紅棗、赤甘草，而佢嘅辨證要點係汗出惡風比一般嘅桂枝湯症更加明顯，或見黃汗者。第六條係黃芪芍藥桂枝苦酒湯，所以佢嘅方劑組成係黃芪、白芍、桂枝、苦酒，而佢嘅辨證要點係汗出口渴、黃汗者。第七條係黃芪桂枝五物湯，佢係桂枝湯去甘草加黃芪增生薑兩，佢嘅方劑組成係黃芪、桂枝、白芍、生薑、紅棗，而佢嘅辨證要點就係身體麻木、疼痛而汗出惡風者。第八條就係桂枝加厚朴杏子湯，佢就係桂枝湯加厚朴同埋北杏仁，所以佢嘅方劑組成就係厚朴、北杏仁、桂枝、白芍、生薑、紅棗、赤甘草，而佢嘅辨證要點就係汗出、惡風、咳喘者。第九條係桂枝甘草湯，佢係桂枝湯去白芍、去生薑、去紅棗，所以佢嘅方劑組成係淨係得桂枝同埋赤甘草，而佢嘅辨證要點就係心下悸、欲得按者。第十條就係桂枝舊液湯，佢係桂枝湯去芍藥加熟七、龍骨、牡蠣，所以佢嘅方劑組成就會係熟七、龍骨、牡蠣、桂枝、生薑、紅棗、赤甘草，而佢嘅辨證要點就會係汗出惡風、心悸、心神不安者。